三甲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申命记》第18章15节到20节，《申命记》第18章15节到20节。和合本的圣经伫240页，其他的版本看因无。第15节。耶和华你的上帝要对恁中间对恁的兄弟兴起先知，亲像我，恁着听叹伊，照你伫何日聚会的日对耶和华你的上帝一切所求的讲，无伫互我搁听见耶和华我的上帝的声，也无伫互我搁看见即个大火，免得我死无。耶和华就对我讲：因所讲的是好，我要伫因兄弟中，甲因兴起一个先知，亲像你。我要将我的话下伫伊的喙，伊要将我一切所命令的对因讲。伊托我的名来传我的话，人若毋听，我要办伊。总是先知自传托我的名讲我所无命令伊讲的话，也是奉别个上帝的名来讲，迄个先知着死。以上，即是要请本堂的课团道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大言人，大言人”。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游玩过一个礼拜，这礼拜中间，阮是过一个年。这个年，阮甲阮的亲朋好友、阮的厝内底的人，阮三甲组织，三甲欢喜，一段时间，阮有真好美好的时间。这是阮来到圣殿，求主你，互阮每一个人的心拍开，将你的话语成做阮一生的帮赞。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搁一摆甲大家讲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有人讲上帝祝福你，对毋对？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伫即几工，咱拢甲咱的亲人做伙，咱组织做伙，咱做伙欢喜，咱有一段真美好的时间。这段时间，咱嘛是甲咱的亲人。做伙来分享咱生命内面快乐的代志。上时因为假期真长，有9天，所以伫即个内面，咱会去到逐所在去探访咱的亲朋好友，去看咱真久无看遐的亲人甲朋友伫咧。那安尼，咱若要去的时阵，咱就爱准备等路，也是咱讲盘手。咱准备遮物件，咱就爱开始伤脑筋，我到底要炸啥物物件去？加在即马迄个便利商店足方便的，你还未行到伊内底伫大门，你就看到足侪物件，你就使开始想，我要选择什么物件来送互对方。然后厝内底有囡仔的，来你就可能会拣一寡囡仔较爱食的物件，也是讲咱即个假期中间，咱有去到某一个所在，咱嘛会去到遐讲我要去倒位佚佗较好。无论你是选什么物件，还是你去倒位佚佗。你的印象内面，拢一定有一项广告，还是有一个人代表这个产品做一个广告，互你对这个物件有印象伫咧。伫过年这个时间，咱嘛去拜访侪的朋友的时，咱做伙讲过去遐好耍的代志，咱去笑念一寡过去做伙佚佗，还是做伙伙代志的时阵，咱是充满着真好的回忆伫。也毋过，伫即个过程内面，咱敢有去看到上帝的作为伫咱的一生内面，还是伫咱的家庭内面？咱敢有看到上帝的恩典？咱敢有去甲别人分享即个恩典？也是咱敢若拢用啉食来过即几工呢？这是互咱思考的问题。共款伫今仔的经文内面，以色列人因爱面对的问题到底是啥物呢？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40年了后，摩西带着这群人，这群以色列百姓已经毋是当初时
对埃及出来遐个人啊。所以当因自籍伫约旦河的东岸的时阵，已经伫旷野生活几60年啊。要入去上帝要应允因入去迄个迦南地内面，摩西开始烦恼，烦恼即群人到底因的未来是安怎？所以伊伫迄个旷野内面，伊阁一摆解说上帝的律法，一项一项来说明，一件代志一件代志咧解说迄个当初时伫西奈山上帝所颁布的迄个命令里咧。摩西回忆，然后一件一件讲出来。伊咧讲这40年来所发生的每一件代志，特别是迄个重大的事件。伊是要提醒即代以色列百姓，爱会记得上帝是安怎引带因伫旷野内面的生活，上帝是安怎带因去面对因所拄着遐恶担当的事，上帝是安怎帮助因去解决遮个问题。所以伫安尼过程内面，摩西搁一摆爱因知影，因爱顺服上帝，嘛爱对上帝忠心。因为安尼，伊搁一摆将10条诫搁讲的时阵，伊特别强调迄个第1条诫，爱百姓敢若会当敬拜上帝。因为将来要入去迄个上帝应允的所在时阵，这是因爱坚持爱守的一个律法。而且，因敢若遮个问题尔尔吗？毋是，因搁要面对的是，因要入去迄个迦南地的时阵，遐内底有侪的人住伫遐，有无共款的民族伫迄个内底。遮个民族，因拢惊上帝看做歹的代志。遐个民族，因所惊遮歹的代志，其实记载伫今仔经文的头前的第10节到第11节，伊内底有写着讲。人互囝甲查某囝经过火，惊邪事，占卜看命，做西公画符仔，做当机惊魔术的，也是看梦的。因为因惊遮个事，拢是上帝看做歹的代志。摩西所举的，遮敢若是一部分尔尔，嘛就是以色列人因要面对入去迄个迦南地的时阵。因爱面对遐上帝就看做歹遮个民族的风俗的习惯，因会比伫因伫旷野内面生活的时阵，面对搁较侪挑战，面对搁较侪试探伫咧。生活的环境要改变啦，要对原本伫旷野内面一直咧牵线各样的生活，转变入去到一个所在，爱安定落来的生活。嘛爱接受到其他民族的生活甲习惯伫咧，因为安尼，摩西伫遮搁一届提醒伫迄个西奈山的迄个约，嘛是咧备办，遮以色列人因会去面对到的问题，就是未来日子无摩西入去迦南地内面，要甲其他的民族咧征战的代志，伫未来。无摩西的日子，那呢？以色列人是啥人要来带因？是啥物人要来替因解决遮个问题呢？是啥物人要来听到上帝的话语呢？是啥物人要将上帝的话语传达互因知影呢？即年迦南地要去征战的遮时，面对遐。身躯真臃肿、阁大张的遮民族的时阵，因敢拍赢？毋拿一个民族尔，有侪因敢有迄个气力啊能力来拍赢即场战争呢？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伫咧。那呢，伫即个时代，咱所面对的问题到底是啥物呢？第29暝除夕的时阵。我想伫顶礼拜周报的第10页有一个家庭的感恩礼拜，而且感恩礼拜即个内容内面，其实咧讲爱选出咱厝内面3件上感恩的代志，3件上会当互咱笑脸的代志，
三件影响咱家庭上深的代志。然后，咱来唱诗歌，咱来讲咱祖先遐个因所做过一切的事，然后为咱的亲情来祈祷，过来咱来宣告未来一年咱心内所想的，爱靠主来得成。这个动作其实看起来是一个礼拜，实际上是咧讲一个历史的物件，是咧互咱知影，在这个过程内面，咱对咱的家庭、咱的家族、咱少年、咱的祖先一切的事，是为着要互咱的后一代继续生传落去。所以来看，对即摆生活伫现在咱每一位，咱敢是对咱过去的历史，也是讲咱的家庭的历史、咱家族的历史，也是台湾的历史，咱敢有真正明白甲了解无？咱对教会的历史，咱敢知影偌济？你知影教会这几十年来有啥物大细项的代志无？以及对咱所徛起的这个桃园市、桃园县、台湾，伊的过去的历史以及现在，你知影偌济？伫咱即摆生活的人，咱在面对足多议题伫咧，无论对政治、对经济、对环境、对人文、对科学等等方面，咱足多人拢无迄个意识到讲，食其实拢影响着咱的生活。咱敢若拢过去了就准线，其实对拄啊选举结束迄个政治的这个方面来看，伊甲看起来是一个结束，其实伊的结果即马才开始要来影响咱每一个人。经济稳定也是变动，嘛会互咱的生活的品质受到影响。自然环境的破坏，嘛是互咱徛起即个土地来开始改变。等等遮拢是表面咱看会到的，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事，咱看袂到迄个对每一个人心内迄个心灵的迄个部分，迄个灵魂顶面的影响伫咧。比如讲，咱教会真注重的一个圣诞节，伫台湾的社会内面，渐渐变做一个商品化，渐渐变做一个生理人咧做买卖的一个时间。选举的时阵，迄个地方、迄个庙的迄个文化，因去庙内面，毋是要讲伊普通时啊，毋是讲家己的所做的有偌济，也是要为百姓要做偌济，是咧求神明爱有法条。过年过节的时阵，因所祭拜，因家己无明白，就是讲拄过初五会开工。我看新闻有一间有一个头家，伊用168公尺的炮啊！来讲，伊要迎即个未来一年，伊的生理要好，这拢是真实的，伫咱的生活的周围咧出现的物件。这个就是咱所爱面对的真正的问题。那呢，咱啥物人会当带咱去面对这个问题呢？有啥人会当带咱去搬过遮的困苦的环境呢？咱有需要，咱有足多。征战需要咱去拍，咱敢有即个气力，通去拍赢遮个战争呢？伫今仔个经文内底讲，摩西有讲到，讲因要占领迄个土地的百姓，伊用占卜甲关照的方式，但是上帝无准因安尼做，因为伊要对因中间兴起一位先知，亲像摩西共款的先知。爱咱拢听伊的话，会讲到即种方法，是因为一当时遐个人，因认为会当行占卜，也是看命，因就是一个先知的角色。遮个人会因运用足多的方法来讲，因知影迄个生命的意思，也是讲因会当知影未来。遮个人是因为甲别个神合作伙，所以做遮个代志。但是上帝已经真清楚的表示讲，伊袂照着遮个人来启示伊家己的心意，嘛袂用遮个人来引带人来行上帝的道路。
所以，伊伫要互以色列百姓知影什么是先知以前呢？真正的先知以前呢，伊就要将遮个人甲排除出来，互明白了解，遮个人毋是真正的先知。真正的先知是应该爱讲上帝话语的人。所以，即阵人伊甲伊讲是一个外邦异教的宗教的人，伫以色列的宗教内面，因是拢无地位的。先知上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讲出上帝的旨意，然后将中间的信息去传达互某米人，也是讲互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君王，通好知影。那安尼来看，伫以色列先知是奉上帝的名讲话有权威的人。先知伊讲话，毋单是敢若对君王尔，伊对一般的人嘛是安尼讲。伊是要将上帝迄个引带甲指示，互因知影。所以先知常常会讲到未来的代志，特别是上帝应允得命的代志。上帝伫以色列设立一个职分，叫做先知。借着先知，以色列百姓会当知影上帝的声，会使知影上帝的旨意。先知毋是像即马用人选举的方式来产生的，嘛毋是亲像利未人，因是一出世就爱伫圣殿内面来奉祀。先知是上帝直接来警调的。那呢，上帝是对众人内面拣一个人，把该拣出来，会成做一个先知的职分伫咧。伫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伊就经验到上帝即款的呼召，伊先认捌到家己的嘴所讲出来每一句话是无清气的，伊四周围的人所讲的话嘛是无清气的。伊阁有看到上帝，上帝差派一个天使用火炭来吻伊的嘴，洁净了伊所有的过犯，嘛赦免伊所有的罪。这款经验，互伊对伊的同伴中间分别出来，真做会当传达上帝话语的人。今仔的经文，摩西嘛是一个成团的过程。摩西伫西奈山顶面，伊代表上帝，将上帝话语传达互以色列人知影。所以，伫以色列以后的先知，伊嘛要用同款的方法来继续引带以色列百姓，就是将上帝迄个真实的话带互因每一个人。以色列百姓才袂对未来无方向，感觉到毋知要安怎。先知的职分有真大的责任伫咧。伊若是讲毋是对上帝所吩咐来的话，伊安尼就要付上性命的代价。伊嘛有极悬的地位伫咧。若是伊奉上帝的名所传讲的，咱人若无去听，咱会着受到刑罚伫咧。若来讲，先知的信息，其实对迄当时，也是对现在咱的每一个人，拢是一种警告。伊要求咱人爱回转来到上帝面前。也毋过，咱对圣经内面来看，以色列百姓听，佮去做的人真少。直到因受到足多困苦的代志，先知的职分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因毋是单单讲上帝话语尔，伊嘛共款爱有上帝迄个怜悯的心伫咧，因为有迄个心，才有法度去照顾听以下的百姓。摩西伫百姓犯罪的时阵，要互上帝惩罚的时阵，伊阁为着遮百姓上帝来祈求。摩西就是安尼，伊就真做一个先知的典范伫咧。而且咱知影，摩西伊嘛是面对面甲上帝那亲像朋友咧讲话的人。因为即个原因，当百姓伫西奈山的时阵，因领受到10条诫了后，佫看到山顶有迄个火焰伫咧，因心内足惊吓的时，因向摩西要求。讲祈求上帝莫亲身来对因讲话，免得因安尼就死亡。
上帝应允因的要求。这个应允伫这个所在是一个团体，要互一位亲像摩西同款的先知兴起来。这个先知咱即马拢知，是咧讲弥赛亚。咱来顺探即种的先知，迄当时的先知，咱要安怎来分别伊是真正还是假？就是看伊有传讲上帝的话也无，就是看伊所讲的有应允也无。伫咱即个世代，咱敢要搁咧超找亲像摩西同款的先知吗？其实，伫早期基督徒早就认定，因所期待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因看到伫耶稣的身躯顶有足侪旧约中间的预言甲应允伫咧。耶稣用饼甲鱼饲饱众人，亲像摩西伫旷野内面为伊的百姓所求的同款，因两个行的是同款的信念，所以百姓早期基督徒认定耶稣就是先知。当耶稣应允讲有不断流出来活水的时阵，遮的百姓嘛想起摩西伫旷野内面所做的代志，甲伊所讲的话。伊讲有一位先知嘛会安尼行。当彼得甲司提反讲耶稣亲像是摩西的先知的时，在场的每一个人拢知影因咧讲啥物。耶稣是永远活伫，直到咱对耶稣以后就无需要其他的先知啊，因为耶稣永远咧带咱每一个人，咱永远会当听到上帝的声。永远会当听到先知的声，那呢？咱听到了后，咱敢知影耶稣爱咱做啥物？咱要安怎做？伫路加福音24章46节到49节内面，安尼记载讲，基督要受害，第3日对死过活，恁爱奉伊的名，将悔改甲赦罪的信息传开。对耶路撒冷到万国，恁就是遮个代志的见证人。我要亲身将我爸所应允的赏赐互恁，恁爱伫城内面听候，直到对顶面来的能力临到恁。各位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见证人，嘛是上帝代言人。过年期间，咱甲咱的亲朋好友聚集的时阵。咱到底咧做啥物？我侪的亲朋好友，因拢毋是基督徒。伫毋是基督徒的即个环境内面，咱咧互相尊重伊的信仰的内面，要安怎来表现出上帝公义、怜悯甲慈爱咧？咱要安怎伫毋是基督徒的环境内面，咱表现出上帝公义、怜悯甲慈爱伫咧？伫过年这段期间，有甲几位兄弟姊妹有短短分享，听到因所分享的，讲因有甲因一寡迷信的亲人见证因伫信仰顶面迄个美好的所在，这是咱爱欢喜的。伫过年这段期间，我嘛看到有侪毋是基督徒的人，要安怎来甲因三个来分享上帝的听咧？教会有一个社福中心。这个社福中心是咧是收容遐受到家暴的囡仔，暂时来到迄个中心，咱甲照顾。伫过年除夕迄暗，因有诶无法度转去，所以咱伫中心内面有一个厨师，伊讲无要紧，我留落来，我要煮年夜饭，初一、初二、初三、初四。菜市也无开，我共款入来，我为因煮饭。遐囡仔真欢喜，伫迄暗伊煮12项菜，所有囡仔伊迄感觉敢若伫厝的内面共款。伫即个厨师的身躯顶，我看到耶稣基督。毋那安尼，伫迄暗有一个老师值班，伊8点爱转去到家己，所以伊下班了后，伊就爱坐高铁。但是讲，伊要看遮个囡仔
食饭6点以后食饭了，伊才要离开。但是要离开，伊叫无计程车，我就为伊祈祷。我讲，愿你一路平安，会当真顺利的叫到车。你若搁10分钟内你叫无车，你甲我讲，我送你去高铁站。上帝听我的祈祷，我拄讲了，计程车就回应啊，伊就有车通转去啊。伫即个老师的身躯顶，我看到耶稣基督。伫过年这段期间，我嘛甲有我的亲人分享着上帝的听。伫顶礼拜，我参加总会的活动的时阵，去到梨花潭。伫去的路顶，我伫高速对面，车的人啊去搞着物件，迄个时阵无发觉。然后为梨花潭转来到桃园，搁为桃园到台北，再为台北搁到宜兰。伫初3的时阵，早起要出门，看到人啊摸一摸，我就想到啊，迄天去搞着物件，真危险，扑起来。我走高速公路走啊遐长的时间，然后我就找我一个姊夫，伊帮我问讲有亲人咧做修理胎仔的，伊就找着。啊，迄个胎仔店的嘛是我叫姊夫伫。去遐我甲伊分享，伫分享的中间，我甲讲教会我咧做的事，然后伊甲我讲，你若有需要，你随时甲我讲，大条的无。但是细条的，我会继续来帮助你。伫伊的身躯顶，我看到耶稣基督。这就是咱伫生活内面，咱随时拢会当看到耶稣基督的所在。有足侪人需要咱的帮助，可能咱干那予伊物件尔，咱予伊一个帮助。其实耶稣甲遮的人拢做伙。伫社区事工内面，咱有一个安家私银行，咱透过予伊一寡。一礼拜会当食的米油，食一包的物件，来关心伊的家庭。即嘛有一寡人来到咱的教会，参与伫咱的主日学，参与伫咱的礼拜中间。即遮需要来的人顶面，因为耶稣甲因做伙，伫因的身躯顶，甲遮奉祀兄弟姊妹身躯顶，我嘛看到耶稣基督。伫礼拜时，每一日的礼拜。咱拢有温友的关怀，今仔日有几落位甲咱坐做伙，咱毋那是甲伊唱诗歌、看影片，予伊一份爱餐尔尔。因嘛有改变，因嘛有成长，因会甲注意到家己要来到教会时阵，因家己的改变、清查、整齐等等的，甚至有诶会来甲我讲，我今仔感冒，我莫入来教会，免得传染互恁。这就是因的改变，伫因的身躯顶，我嘛看到耶稣基督。伫咱的生活中，咱拢伫无共款的所在，咱拢有无共款的角色伫咧。咱常时会使做爸母，咱嘛做囝儿，咱嘛做老师，咱嘛做学生，咱嘛做员工，咱嘛做头家。上帝互咱遮所有角色，拢敢若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尔。就是成做上帝的代言人，咱的角色，就要亲像先知共款，真实的来传达上帝的话语，就是照着圣经顶面的话语来甲人分享，以及将你所经验到的迄个上帝恩典、慈爱、平安、喜乐，真正互你身躯边的人拢会当感受到、知影。要成做上帝的代言人，咱爱真识迄个上帝话语，咱爱将上帝话语放伫咱的心内，毋那是安尼尔，咱搁爱将上帝话语伫咱的生活中行出来。咱毋通照着上帝的名来讲话，咱爱倚靠敬畏上帝，照着耶稣的教示、信心的带领的帮助，将咱的信仰生活成做一个真普遍，你感觉足简单。敢若咧啉水、食饭共款迄种信仰生活化，那呢，互咱家人教会异象，对内是一个基督的教会，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咱就当真紧就实现这个异象，而且咱嘛要伫咱的生活中去落实咱旧年所讲的迄个迦南文化，就是真诚、感恩、给予、和睦、创新。
互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活中，虽然有无共款的角色，但是咱要互别人一时啊就认捌你，一时啊就对你印象真深。然后就个方法，就是咱每一个人爱拿来拿亲像耶稣基督，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你警调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成做你的囝儿，互阮有份伫你的面前，享受到对你下来平安喜乐。领受对你下来稳定，只是我们正做一个管道，要将上帝你的话语真真实实的传达给遐也未听见你话语的人。我们正做遮的事的见证人，要正做上帝你的代言人。愿你帮助阮，伫阮的生活中间，阮时时刻刻拢将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内，将你的话语行出来。愿你帮助阮，只是我们用主你所教示甲阮讲的新的诫命，阮三甲来回应上帝你的呼召，你着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个，你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这五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以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着用你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